好多香港嘅團友都講，秋天去九寨溝來來回回都係嗰啲嘢喎，冇乜新意。我夠膽講，呢一條線路你從來冇試過嘅。大家好，我係周老闆。美美假期全新升級嘅九寨溝出遊線路啊，全港首推西入東出青川鐵路，再加呢個綿九高速不走回頭路啊，帶你深入體驗成都絕美嘅景色。我哋成都出發，前往沉睡咗3000年嘅三星堆博物館，本來參觀仲貼心安排呢個耳機俾你哋啊，仲有暢玩人間瑤池、黃龍風景區，我哋包埋上下纜車，唔係好辛苦㗎咋。重點嚟啦，我哋從九寨溝出發，體驗全新嘅綿九高速，途經呢個甲麥海同埋熊貓樂園風景區，暢遊小眾嘅秘境，仲可以近距離睇下國寶大熊貓啊！全程唔趕，好他條嘅，一次過玩晒所有精華嘅景點。嗱，住嗰方面更加唔使擔心，全程5星不在話下。九寨溝我哋仲要升級2晚奢華國際嘅品牌九寨溝月榕莊度假酒店，入住呢個海拔2500米嘅半山高地，一推開窗，雲霧臨海，哇，正到不得了啊！喺網上邊賣要成2000蚊1晚咁多㗎，呢種體驗喺香港絕對感受唔到啊！咁仲有其他嘅貼身服務嘅，香港直航往返啦，而家一個陸地頭等艙大巴啦，月榕莊酒店仲有呢個藏式見哈達嘅歡迎儀式啊，同埋藏族服裝，換代靚衫，影相留念打下卡，全程 hea 住出遊。想報團私信留低你個 WhatsApp，我哋會有專人去覆你，打我哋嘅電話熱線26501628，或者到我哋嘅分行報名啦。